家子弟异乡落地生根，却不忘本。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要带您来到马来西亚，一块要来拜访的是客家人杨菊明。杨菊明在当地经营华文学校，让教育向下扎根。而他经营的崇正中学强调五育并重，学生品学兼优，都非常的优秀。所以他不但获得了马来西亚政府颁发5颗星的殊荣，对于传承客家文化，杨菊明不遗余力。篮球比赛打得激烈，沙巴州各中学大会师要争夺篮球霸主的宝座。地主崇正中学啦啦队阵容庞大，果然不负众望，挤进前4强。崇正中学董事长杨菊明全程坐在场边加油打气，眼神很专注，因为期盼学生五育并重是他办学的最大目标。学校很努力，学生也很争气，所以崇正中学还被政府评为是5颗星的华文学校。我哋馬來西亞總共一間獨立中學，我哋喺當中可以講係最後嘅一間啦。客家人楊菊明除了是崇正中学的董事长，也是雅痞客家工会主席，更是中华大会堂副主席，对国家社会有功，还受封为拿督。同學們，你們好，大家好。而他推动客家文化一样不遗餘力。虽然学校学的是马来文、英文还有华语，但是生活用语绝对少不了客家话。在这个沙巴区呢，在华人当中呢，客家人占70%，几乎每一位学生，包括有一部分的土著学生，他们都会讲客家话。在拿督杨菊明的带领之下，2300位学生会读书，也很会玩耍。就算学校放假，还是有学生在学校念书。而校园的运动风气也很盛行，各项运动都能拿下好成绩。只是要办学真的不简单，为了让客家子弟都能念书，所以学费很低，而不够的费用就由客家工会来资助。希望由工会集合客家人的力量，让教育可以向下扎根，也让客家文化能够传承。但是我们崇正中学虽然没有教客语呢，但是我们有一些客家的舞蹈，我们有客家的舞蹈，我们也一方面也是推动或者是发展我们客家的文化。1974年，崇正中学兴建到现在，至少花了台币10亿元。但杨菊明说，办学不是为了赚钱，重点是能够让客家子弟受教育，进而回馈社会，不忘本。客家文化开枝散叶，沙巴的扎根，杨菊明一肩扛下重任，办学助学，等待5颗星的肯定，等待感动时刻的耀眼。